台湾中大数业户超过66万3人，不过生活外劳的人却对比亚的数字还过多，因为许多的穷苦人唔合乎中大数业户的补助标准，系连爱吃饱路难，为许乃青年提能听书呢。1967年，美国开始有的社会银行同卖场卖村呢，也算为过期含失了的东西，熟悉整理起来，又到有几年同企业的支付转送本有需要的人。国内也很多年来也开始发展社会银行，所提供设备也有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像饭间、卫生纸也都。不过，同国外社会银行按发展比起来，台湾的社会银行缺少法条的规范同鼓励，直至到按那个工业设施难免数压压的，公司企业也过唔肯来支付哦。从下来看台湾社会银行的现况同挑战。以前有工作做嘛？工作就做啊，现在没办法了。画面当中，表农经嘅邱先生连基本有东西嘅动作做起来如果顺利，喺搭喺新北市芦竹嘅邱太太，每日做些12點鐘，不過一整日萬公元嘅收入，根本都唔拉伊同老公韓國4個成人嘅開銷。就我的工作大概就是还要照顾孩子啦，就是家里这样子，所以一个月1万多。那先生就是他很少在工作嘛，尤其他中风以后，他的一些医疗啦、营养食品啊，或者是一些附件啊，这个在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开销。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比嘅修護人按外勞，都開始提供社會包半年。好本人的生活負擔夠少啊，像修護人安尼遇到困難的家庭，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一年都差唔多會聽數到4200戶，一群人價格唔合乎中大數業戶的標準，歸難得到公部門嘅社福資源。留一串嘅祖傳的地下來，所以是兩家天兩地屋兩間屋，所以可能政府嘅低收入戶啊是冇法得搞，所以冇法得搞去讓到該有中低收入戶補助，可去佢嘅生活真正是有該較困難嘛，所以真正冇法得搞。一群社會邊緣戶，家家都因為安尼生活冇法變。10年來，長期喺台中成功提起同慈善事業聽數嘅前景額。每日頭擺會開始同別人聽書，如何因為陸客夫權發生嘅本人遺憾嘅事情。有一個會員家帶領300歲以內，這個燒炭自殺，因為一件事情就發生到我公司嘅附近嘅天，遇到一件事情嘅時間。我當艱苦到3-4年嚟樣，離我安全的人，我竟然救唔到。社會救助法比較限制，就是有一定的限制嘛。那對於那種邊緣戶或是臨時發生狀況，家庭有狀況發生的，他就可能要透過申請的歷程要非常的浩長，沒有辦法及時救助到他需要。故作前景額到昨日，如果睇陸客嘅防疫度設立愛心物資發放站，有需要嘅人是得來一隻嘅量。1個月啊，他們1個月來一次，對，1個月來領一次。你這樣領回去的東西可以吃多久？是差不多10幾天吧。那吃完怎麼辦？吃完就自己買。有時候冬天都沒衣服穿，來這邊買衣服啊。我還好有呢，不然以前都不知道怎麼活呢。剛開始嘅時候，真當然是講唔上心啦。那永遠按我嘅專門做一樣無利益一家嘅事情咧，來目入嚟一樣，係唔係講目來一家講我本人拿來一家說，大部分嘅想法就係一樣。台中縣市合併過後，前幾日韓家業嘅逢14會主導嘅台中市社會銀行內通，以為穩定嘅物資來源。有需要嘅人有法度做最短嘅時間得到按樣嘅幫助。目下有也了米飯好食嘅時間，有人幫忙嘅時間啦。最少所嚟維持也到生活嘅最大標準那樣。在我們台中市我們主要目前的那個70%，就70%是幫助到社會上的邊緣戶，也就是說你在政府的低收跟中低收入以外。但是你真的需要一些實務幫助的人，他會進來我們這個地方。現時台中市29個行政區
已经有28只起设立发放站，逢14会台中市指挥办公室和设立台湾第一处平常时旅游推开的实体7-Eleven银行，加一项分做亚类、分做主食、副食、营养品、日常生活用品，甚至还有鸟群也到。当中如特别带一道点数，每代数天数的人，只有还有一道的人口比例，从1到33人，每张日都有1000点的鸟图。使得就点数来显，自家需要的粮食也算物资，如像是行业、超市、摊货共用。实体思维呢，它所创造是你可以进来选择，而且这种环境是让你可以感觉到说，我就像进来 shopping 一样，你没有太大的压力跟负担，那选择你所需要的。就移富联盟2012年的统计，全台湾有27%的成人呢无当日失走。有14%的成人呢无当日失业，还有53%的弱势成人呢长期无买体色有规则的东西。4年前能开办7-Eleven银行业务的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，在目前办7-Eleven银行以前，都是本钱本弱势家庭。不过有位弱势成人呢，沙漠移民案呢都有好上传真常识。你们还有急难救助金嘛？然后你也急难事情还不能签。比如说志工哦，所以可是爸爸又酗酒啊、吸毒呀这种习惯，你不能签，比如那里是酒，为了让小朋友又好学，还是不能食物，你买么，你要去变现是还冇可能。有人冇好食，有人杀村的轨道。就反播出2011年的统计，台湾一年会弄下275万吨的食的东西，也都是为有好本26万的大数年户是20年。也因为安尼，能有为7-Eleven银行。银行的观念它更重要的是，可能是一些期品，然后透过7-Eleven银行的平台，很快的送到所需要的这种机构跟家庭，它是一个环保的观念在里面。简单来讲，7-Eleven银行都会囤多位食的东西转送给有需要的人。现时国内差不多有5-6个单位建立7-Eleven银行平台。2011年，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持办1919 7-Eleven银行，更加全台湾差不多有300只服务中心。我们全台湾有6只那种安样，民国安样集散点。所以你就台北仓库啊、厂商的捐的，其实我们会送到台湾的6家集散点，然后里面的服务中心是每2张年都会给它晾一白转移，然后给转移之后给大家按种的一包一包的食物包，然后再用志工送到需要帮助人的家里面去。台中市7-Eleven银行係有需要嘅人自家來量東西冇共用。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嘅7-Eleven包係由各服務中心，也都係各教會嘅志工親身送去到宅有需要人聽書嘅家庭。所以去關心佢哋其實順怕聽佢講法，攞佢講法，因為像有啲老人家其實中風冇辦法出去啊，特別孤單啊，所以去嘅時間攞佢講法開佢下，送佢嘅東西。要為佢祈禱安尼。志工讓2包食物包送過去嘛，所以你可能會讓老人家聊聊天啊，然後講，人家可能就蠻需要，明明是走在申請低收入戶，可是他就是因為他可能有些可能學士啊，可能佢外配的家庭，他對台灣的法律沒乜嘅了解啊，所以可能人家服務中心志工是不讓他申請一般的社會服務的資源嘛。不過安尼嘅機制係救急唔救窮。也使唔得本人長期意識下去，無論係逢14會，也算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，如限制數到聽書嘅人，量物資搶食得量6張日，清從1日。拿到一台，拿到食物包本機，叫做送一條錢，加錢叫下來，然後叫做用到成人的圖書啊、老人家的款票啊，拿到東西去用，從安中來幫助兩個家庭，可能慢慢走重新然後起來。最長1年的時間，也就是說，如果這一戶1年還是需要補助的話，除非很特殊的案例，我們會另外再提供一些物資給他。那也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，應該政府還是其他的單位進來去幫助他。曾經啱60度到一個基案，應用風炮架下中年生業，認證7-Eleven銀行提聽數，唔是受生活無路無錯，而潛到嘅穩定嘅條路。
食物银行神冈的食物银行啊，我提供1年的服务，给你1年的服务，唔好好去拖，好好去考。伊真实当兵车到99年的考试，公告5年考试，所以普考是伊考到的。考到迄个棒的时间啦，伊做落南登来给我讲哦，安尼成功的食物银行啊，讲迄个迄家财神的野外。好早路认为，社会银行嘅建立，平常时除了是得补政府社会救助嘅补助，发生灾难呢，也是得国家嘅囤物资送到灾民嘅手上。然后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其实物资的来源就比较没有问题，物资的管控也没有问题。到配送的部分，只要你知道你的点是哪些需求，就比较能够。而且你到 local 在发的时候，它本来就可能有一群志工，它就很快可以动员起来。社会银行清早喺美国开始嘅，伫1967年陆体推行嘅，经过当年重新分配差唔多100万公吨嘅食物，天数到15%嘅美国人。不过用台中市人口260万来算，更加有本社会银行天数多嘅，让2003年连1%都冇。一般 NGO 它不敢做大，就是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，把这个货品它顶多可能就是 localize 来赞助这样。那美国或者是全世界的这种全球食物银行，他们能够做到这样，事实上是很多企业在做赞助，然后让他们这种物流的制度是能够非常的畅通，这样才能够做大。是睇美国留学嘅李文芬涵讲，美国有地位族还会睇学校匹配安排社会银行嘅相关法通也算考察，为新年咧限制路接触一个观念。这一个周呢，我们每一学期可能有一天，我们就是请小朋友拿宣传单回去，让家长哈去清自己家里可能觉得还可以用的罐头，然后捐出来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学校教育，让小孩子知道说，其实家里物资在充沛的情况之下，你也想到其他人的需要。国内嘅社会银行除了经营支付以外，家家如喺类似厂商也算太卖常见呢，都係過期嘅東西。不過大多數嘅企業今年消費也唔肯揀出來，都係講講永遠識的有乜嘅問題。以前拜访都有厂商啊，讲应该都卖场出那类东西，就是不然个做唔得咯，个雪牌赌区出问题，俺冇法都复制的啊，然后所以佢要是冇法到就掠到东西出那里骗他。盼社會銀行嘅人也可能會受到影響。故說按多年來，許多慈善單位如應付於政府應該會制定社會銀行法，按你好心捐贈的人唔會本人處罰。善意捐贈者免罰。当我把这个物资好心捐给你的时候，那这个受助户万一吃了怎么样的话，他不应该去惩罚这些善意的捐赠者，这个要把它很明确的制定下来。在美国就有一个撒玛利亚法，当这个法进来的话，企业才敢放心的把物资交给我们。好在還進一步嘅講，係企業捐東西出來，使得杜衰加入韓國有鼓勵效果，也應該學各國的做法。建立第三方檢驗機制，法規上面讓企業更能夠多一點參與，譬如說在減稅的部分啊，哈，還有包括說這個能夠有一個機制，能夠讓有一個審核的機制，讓那個捐的部分啊，能夠在食物的品質啊、安全上面有一個審核機制，類似這樣的一個規定。那其他的其實我就讓民間去做。國家應付於雖然去年嘅立法院可以亞重嘅公帑費，行政院也喺去年年底通過嘅社會救助法修正草案。不過國家清關係咩捐贈者年紀期稍冇用一批，立法院某個時間會修法完成，冇年底。推翻也都第一隻法律也都做得合格，都有過，都有冇問廠商去捐的都有東西意願為合格。穿的摸材東西，那只是賞味期過，沒有講東西壞的，那就會騙他。一包米、一隻罐頭、一罐石頭也冇嘅。對一般家庭來講，這道極平常嘅東西唔是多錢。不過對於生活擺老嘅人來講，搶過熱的都一定驚死呢。台灣嘅社會銀行現時還係參考民間嘅愛心，冇初期被法條規範，唔單止執行起來數壓嘅。也增加嘅捐贈者還有屬人特殊嘅人嘅風險，係有健全、初期嘅制度、有效嘅通證資源，
好业，相信会非常歹。